万站北移迄个学校预定地，其实罗家的人嘛已经去买土地啊，所以我以前讲啥？罗家吗？罗家，儒家就是廖家啦。 哦，台中地分国小前校长李顺良19号上公布节目时，谈台中一份南线美湾站市府计划要为北平耍，敢若意思有讲到晓了解土地。啊，李顺良讲的了解是市长罗秀燕因翁迄边的亲戚朋友。罗秀燕听了这个消息，感觉李顺良伫咧黑白讲话，请律师要改告。 律师今仔日会知影来到地检署启灵告李顺良黑白生话。因为李校长的言论呢，已经损害了卢市长的名誉，所以以及卢市长先生名誉也被损害到了，所以我们必须依法提告。听日要叫罗秀燕告李顺良出面回应。提告是他的事，可是针对其他台中市很多公共议题跟政策，他改变了，他却从不说明。李顺良强调，到即马南线美湾站要刷位，罗秀燕拢无出面说明。南线捷运站为中立选区立委补选的时，就开始讨论，同款嘛是选战时的争议。眼界公布地交台所违建，已经到上尾一天拆掉的时间。 工人伫咧内底，无用伫咧拆厝。眼界公布地交台所违建，拆一个月过啊，也未拆煞。不过今仔日是上尾期限，拆的进度有到9成。右侧部分违建，目前正在拆除中，预计今天可以拆除完毕。市府强调，时间若到，无拆完的所在，就会强制拆掉，尽量莫拖到旧日过年。